七家嘅语言啊，做七家嘅促群嘅文化嘅精华。所以文化嘅精华一定要保留下来。因教客家话唔係只有教講工業語法嚇，啲客家話地方度當有學問嚇，比如講客家嘅諺語嚇，做方三週當一公，做方3年當一冬，也就很細人嘅春天啊嚇，細人講起來又好聽，哦，佢了解意思，佢就會去做啊。所以因客家文化地位度係有當層嘅學問，也非常值得人去保存。不但要保存，要用現代嘅方法把去傳揚下去啊。